中國嘅男人已經快養唔起家啦，呢個絕對唔係危言聳聽啊！經濟學上面有個概念叫勞動供養率，即係一個人工作可以養活幾多個人。人哋嘅勞動供養率呢有4.8，意思就係一個男人工作可以養活老婆同埋3個仔女，仲有啲高嘅地方有6.8，少嘅都有3.8，所以佢哋好多家庭都有全職主婦㗎，仲養住好幾個小朋友。但係我哋嘅勞動供養率根據相關嘅統計，淨係得1.1。換句話講，一個人做嘢勉強只能夠養活自己。如果屋企有一個或者幾個冇收入嘅人，成個家分分鐘就會陷入呢個嚴重嘅經濟危機，更加唔使講生咩2胎3胎啦。你知唔知而家養個仔女嘅成本可能比養一個成年人仲要大得多？嗱，前嗰排喺抖音有個男人唔俾老婆買條300幾蚊嘅裙，就俾大把網友鬧，話佢孤寒，甚至話佢冇本事就唔好結婚。但現實係咩啊？絕大部分男人嘅月薪啊，連呢個個稅起徵點5000蚊都未夠。咁曾經亦都有調查話，14億人口入面，99%都係普通工薪階層，每個月工資除咗應付日常開銷、子女教育、還完房貸車貸之後，真係所剩無幾嘅。呢個時候，萬一再有啲咩小病小痛，根本就冇積蓄去應對啊！好多人仲要借錢睇病。就算唔係普通工薪族，早幾年互聯網大廠收入夠高啦啩，但係咁光鮮嘅互聯網大廠都開始裁員啦，一紙通知就幾千人失業。根據統計，淨係2024年就減咗2500萬人，平均每日有6.8萬人離職。就算留得低喺公司啊，都可能面臨降薪、停發獎金呢啲情況。呢啲白領級失業之後嘅男人，就算想去做外賣、快遞、網約車呢啲鐵人三項，都唔一定有人要啊！因為嗰一塊嘅市場已經飽和晒㗎啦，收入係大不如前啊！咁佢哋為咗唔俾屋企人擔心，日頭唯有就坐喺咖啡館度消磨時間。有人話，以前父母嗰輩全家收入先1000蚊都可以養4-5個仔女啦。嗱，大家唔好忘記啊！依家養仔女嘅成本同過去根本就冇得比嘅。2024年生育報告顯示，一個家庭將個仔女養到17歲，平均成本要53.8萬，係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嘅10倍以上。而且其中大部分開銷都係由男人嚟承擔。就算而家男人嘅消費水平低到連屋企嘅寵物狗都不如啊，但係好多女性因為受呢個資本同埋商家嘅洗腦，除咗情人節、七夕、聖誕要收禮物，就連秋天嘅第一條香腸都唔少得。唔係嘅話就話你唔夠愛佢。男性收入雖然係略高於女性，但女性嘅消費水平係遠高於男性嘅。其實唔係女性敗家，係因為資本不停咁喺度宣傳教唆，成日有人教男人要愛老婆、錫老婆。電視劇同埋網絡小說都話男人要為家庭無悔付出，又要兼職又要做家務，仲要提供充足嘅情緒價值，比如話定期要買花啦。但係好多男人收到嘅第一束花，可能就係自己嘅葬禮上面啦。全網都喺度教緊男人應該點樣愛自己嘅女人，有冇人教女人點樣心痛一下為家庭搏命付出嘅男人呢？貸款揾老煩，包你唔使煩。